位觀眾，如果屋企咧係有長者，又或者係病嘅家人咧，咁照顧者咧要承受嘅壓力咧都真係好大嘅。咁樣佢哋可以去邊度揾支援呢？咁今日咧我就帶大家嚟到咧位於將軍澳嘅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咁首先咧，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嘅中心主管就係 Ada。你好 Janet。Ada， 我知道呢個中心咧都幾新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咧成立嘅背景係點嘅咧？我哋中心咧係喺2018年成立嘅，咁咧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支持。咁我哋位於咧聖方濟各大學9樓。咁我哋中心唔同一般嘅長者中心啦，咁我哋係以專業支援護老者嘅一個服務單位。咁當初咧點解會有成立呢個中心嘅想法咧？或者背後嘅理念又係點嘅咧？咁護老者咧照顧長者咧真係唔容易嘅，咁佢哋面對嘅處境啦或者挑戰都好大。咁我哋中心咧好想咧成立咧就係應對佢哋一啲嘅挑戰。咁或者我簡單講下咧3方面嘅特色服務啊。第一咧就係我哋擁有一個跨專業嘅團隊，咁咧包括有物理治療師啦、職業治療師、護士同埋社工。咁咧免卻咗咧護老者咧周圍去唔同嘅機構。咁喺呢一笪地方咧，就可以攞到佢哋相應嘅支援。哇！咁即係嗰個服務嘅範圍咧都非常廣闊。咁而第二方面咧，我哋都知道護老者咧喺照顧長者嘅時候咧，係需要學一啲技巧嘅。咁我哋中心咧就設有一啲唔同嘅模擬嘅場景啦，咁使到護老者咧可以喺一個真實嘅環境入邊學習一啲照顧技巧。而第三咧，我哋都好鼓勵咧護老者咧有佢哋嘅休息時間。咁所以咧，我哋都培訓咗一班好有心嘅義工啦，可以到戶咧去支援護老者。咁譬如咧，我哋嘅義工可以上到門啦，陪伴護老者同埋長者，又或者咧，我哋可以帶佢哋出街，甚至乎覆診。咁另外中心咧，亦都會安排一啲靈活暫託嘅服務。咁等到護老者咧可以放心啦嚟到中心參加活動，同埋咧做佢哋私人嘅事務。嗱，而家咧喺社會方面咧，個個都喺度講咧科技啦。咁喺長者嘅世界，我哋講嘅就係樂齡科技。咁我想問下你哋個中心有冇應用咧？同埋如果有，又有啲咩類別咁咧？咁我哋中心咧，亦都係挑選咗好多一啲關於照顧長者嘅樂齡科技產品㗎噃。咁同埋咧，我哋都係圍繞返佢哋嘅生活照顧需要啦，包括咧有衣食住行4個方面。同埋咧，最近我哋亦都引進咗好多關於一啲健康檢測嘅儀器，咁方便咗咧照顧者同長者咧嚟到中心參加呢啲檢查。不過首先咧，我想借呢個機會咧，詢問一啲宏觀啲嘅資料嘅，例如呢個中心咧喺將軍澳啦。咁我想請問咧，係咪要將軍澳嘅市民咧先至可以嚟尋找服務嘅咧？咁我哋嘅服務對象咧，其實係全港性嘅。咁只要咧，你哋係照顧緊一位60歲以上嘅長者咧，都可以咧透過我哋嘅網站咧，成為我哋嘅中心會員，咁而且係免費添㗎。咁所以唔單止係將軍澳區嘅居民㗎喎。咁我哋中心咧嘅開放時間咧係逢星期1至6啦，朝頭早9點到下晝6點半。咁而逢星期4、5咧，我哋亦都有延長個服務時間去到9點嘅噃。咁咧就方便一啲在職嘅護老者啦，可以咧參加中心唔同嘅晚間活動。咁而星期日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家庭活動咧，歡迎護老者同埋長者一齊嚟參加嘅。咁而家係一個科技嘅年代啦，好多人揾資料咧都係會上網嘅。咁我想問下中心喺呢一方面點樣回應社會嘅訴求呢？咁我哋中心咧就有一啲模擬家居嘅場景啦。咁我哋都擺放咗好多一啲嘅樂齡科技產品。咁如果護老者或者長者嚟到我哋中心咧，想一眼望晒我哋啲設備咧，我哋就有一個電子嘅平板啦。咁佢可以喺嗰度咧
搜尋一啲佢需要嘅樂齡科技產品。咁同埋我哋網站咧，亦都有一個好清楚嘅一個目錄，咁咧亦都寫低咗咧我哋一啲申請嘅流程。哇 Ada 行完呢個中心咧，真係發覺太多有用嘅儀器同資料。咁我建議咧，為咗令觀眾更加明白咧，我哋做一啲主題嘅電影啊，不如就以衣食住行嚟做主題，好唔好啊？好，不過我哋仲有好多健康監測嘅儀器嘅喎。咁啊，我諗我一個人咧搞唔掂啦。好彩我搬咗救兵，就我另外一個老友都係叫 Ada 㗎 ，Ada。Hello Janet，Hello，係介紹兩位 Ada 認識 Ada 係好多謝你幫手啊！唔好咁客氣啊！我好開心就真係可以同你一齊做呢個拍攝咧，順便向專家學下嘢啊嘛。咁時間無多，我哋開始啦。